运动会。对，穿短裤，要不会那么热哦。可以跟规矩，规矩就较辛苦。哎，我这是做咩的？哦。哦，这队伍这么长啊！哦，顶头都长的啦。哦，大家，哦，顶头啊，係啊，人间照天宫啊！哦，福州呢？哦，福州金鸡生主店呢？哈哈哈，真好，真好。哎，开门，开门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你们是，我大陆人。真的。中国大陆的，哦，这样。哦。大陆人吗？哦，这换你福州的了。哦。哦，对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哦，我到高铁站，我八点前高铁，8点前高铁。